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有一句话讲，真主动做鸟鼠仔屎，这个意思是笑一个人唔捌过有眼无珠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个就是真读字音真第一条，真就是实在，原来有猫，咱讲真正，卖当讲是足明确，像讲都爱听真。另外，这个真嘛非常安怎，足安怎意思，像咱讲真好真寒，就是足好足寒。另外，诚心咱讲是真心，非常安怎，咱讲是真诚。还佫有真实无变的道理，咱讲是真理。啊，若真实的感情，咱讲是真情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。这两个词，头一个读做平真，也就是咱老实讲的意思，为代志真实的状况来了解代志的根本甲真则。另外第二个词，咱嘛定听人讲，读做顶真，这意思是做代志要认真，袂使安尼含马虎的，袂当凊彩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迄阵讲旧历7月时啊，为人真稀缺。庆真讲，若是顶真去救基人，为过去历史看起来，是要让好兄弟啊来到世间接受接待，会当用感恩慈悲的态度来看待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真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